上星期四喺德國 IFA 首次現身嘅 Samsung Galaxy Note 2終於喺香港搞發佈會。睇返現場其實唔算好大型，冇咗 GS3 記招嗰陣有彈琴又沙畫嘅表演做開場，一嚟就係韓國老闆嘅演講同埋喺度晒新機，驚喜度真係唔算多。但係現場都係逼滿晒 media， 始終 Note 2都係 iPhone 5勁敵，叫座力一流。不過 Samsung 喺其他地方都落足本㗎。好似現場 demo 機多到唔使爭，排到整整齊齊任你玩，仲有現場有成5個 model 任記者影，個個外形都相當唔錯㗎，同部 Note 2一樣咁有睇頭。拎部機上手，5.5吋 mon 其實冇想像中大得咁誇張，只係外形真係好似一部拉大咗嘅 Galaxy S3 咁樣。機身都唔算太厚，只係得 9.45mm， 相機鏡頭就冇再升呢啦，依然係88萬像素，而 S Pen 插位就收喺機底，拎出嚟更加方便。睇埋支觸控筆 S Pen， 今次變得更粗更長，筆桿依然有個操作鍵。最特別係拎住支筆凌空對住個 mon， 畫面就有個細圓圈顯示你睇個對應位，唔使再怕篤錯隔離。